美国美因大学有一台全世界上界大台的3D 列印机，80点钟就当印出17片大的厝，而且因为是使用环保的材质，唔但会当解决碳排放的问题，也会当化解欠工的状况。这台是世界上上大台的3D 列印机，伫咧缅因州开始起厝。这种厝的原型只要80点钟久就当印好，所有的光线甲插孔都已经先留来。 只要几点钟久就让它倒起来。This particular machine really is not just a printer. It's really, you could think of it as a hybrid manufacturing cell. 缅因大学先进结构加复合材料中心这台列印机，互人叫做未来工厂1.0。像这种用印出来的厝摆放3D， 内面有17平。 地方表面注定的材料是茶工业的废茶纤维加生物树脂，无用到高碳排阿门土或者是砖仔架，规栋厝100%会当回收。Our goal was to put it through a few spaces, put it out there in a challenging Maine winter, and we've seen already 2 challenging Maine winters has done extremely well. And of course, we've done a lot of material testing ahead of that for years to make sure it's going to work. 厝经过实地测试了，进入后一个阶段，将会去9个主体3D 列印社区，互无家可归或者是面临着失去工园风险的人使用。一个人斗相共解决美国大厝无够，一个建筑工人无够，供应链紧张这款问题。未来工厂1.0是缅因大学第2代超大型3D 列印机，比前一代大4倍，会当印30公尺长。 10公尺宽、5公尺半悬的物体，一点钟会当印227公斤重的原料，改变传统的制程，为更加侪产业提供永续制造的可行性，包括国防、较俗的厝、桥、风电，还有造船。这个计划也已经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甲陆军工程兵团的支持。公司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